中國、香港、澳門、英國、韓國同埋其他國家嘅大多美家人，大家好。我係新苗啦，我係龍關大師啦。今日好榮幸啦，公司邀請我同大家分享下介紹公司。喺我介紹公司之前咧，我想訪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大家有冇興趣知道5年後我哋有咩命運？有冇興趣知道？有興趣知道幾多㗎？但我都有興趣啦，係咪？同我今日嘅話題咧係息息相關嘅，因為我今日會主要有2個重點，就係介紹大多美呢個事業嘅價值。第一，第二，我會同大家預計下 ，OK， 亦都係呢個係好肯定㗎啦。嚟緊呢5年咧，大多美事業嘅一個前景嘅，咁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。OK， 首先簡單都要自我介紹下啦嚇，未做當你之前。我本身係做 IT 嘅，我做咗10幾年嘅 IT 啦，喺間美資嘅 IT 公司裏邊，即係做管理層啦。喺2020年，當我知道有大多美呢個機會嚟香港開幕嘅時候咧，我就做咗個毅然嘅決定啦，我就辭去咗我 IT 嘅工作啦，同我太太Candy 啦好靚嗰位啦，即係咁咧就一齊全職咧就投入大多美呢個事業裏邊啦，就。亦都感恩啦我哋有公司啦，我哋有創辦人啦，副會長啦，同埋有一班信任我哋嘅夥伴啦，同埋係消費者啦，係對我哋好支持、好信任嘅，一直跟住我哋。多謝大家。好感恩嘅，大多美俾到我同埋俾我家庭咧，有3個嘅自由，自由係好可貴啦。第一個關於健康同埋更加年輕嘅一個關鍵啦嚇，大家有冇興趣想令自己更加健康啲、身體好啲、更加後生啲、青春啲？有冇興趣嚟㗎？有。一個秘密啫，用多啲人多嘅產品 ，OK， 日用，日夜都要用 ，OK， 用多啲人多嘅產品啦，咁就一定可以啦 ，OK。事實真係我喺呢5年裏邊咧，我嘅身體狀況啦，同埋嗰個器官啊各方面啊嘅體檢啊，我舊年嘅最新嘅一個 body check 裏邊咧，竟然咧我嘅醫生話咧，佢話我未見過，我10年裏邊都未見過我一個咁佳嘅狀態，即係我咁好嘅身體嘅一個嘅狀態啦。咁呢個都係真係大多美產品嘅一個功效啦。咁同埋咧，亦都係即係唔怕醜都講一句啦嚇，咁就唔係好老啦，我唔係好老啫係嘛？我睇翻10年前嘅相咧，就仲老過而家嘅，即係會係我個仔成日講話，爸爸你10年前仲老過而家，點解咧？好多原因啦嚇，但係